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老友話，我係陳先生。我從事手機維修與售後服務已經有15年。我發現每年我處理嘅各類手機故障中，有超過30%同系統更新有關。好多顧客私下問我，點解手機老係跳出要求系統更新嘅視窗？有時候，即使完全冇點選，手機喺夜間充電嘅時候，亦都會自動更新。更新後，手機唔係越用越卡，就係特別耗電。於是大家就好困惑，到底該唔該更新？如果唔想佢亂更新，該點算？今日呢一支影片，陳先生一次講清楚。不論你用嘅係 Android 定係 iPhone， 睇完之後，保證疑惑都能夠解開。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係咪遇過呢種情況？你喺手機上睇新聞，或就喺屋企同孫子女視訊聊天，螢幕突然跳出系統更新提示，上面寫住修復已知問題，提升使用體驗。有人覺得更新係好事，就直接按落去，亦都有人把更新後出問題選稍後提醒，結果過幾日又跳出嚟，真係好煩。仲有一種情況，你完全唔理佢，但手機喺連上 WiFi 又充電嘅夜晚，悄悄把更新檔下載並安裝好啦。隔日一睇，系統版本變咗，好多設定亦都改咗。原本好順嘅手機開始不順變卡。其實你唔係孤單嘅，喺維修店裏邊，我幾乎每日都聽到相同嘅抱怨。比方話，住喺台北嘅張阿姨，佢嘅手機用咗2年幾，一直好好用。但係上個月系統更新之後，打開 Line 要等好耐，電池亦都從一日一充變成半日就得充一次。佢以為手機壞咗，攞嚟俾我檢查。我仔細檢查硬體，亦詳細詢問，結果一切正常。問題只係新系統與舊手機嘅硬體相容性唔好。咁點解廠商一直推送系統更新？好多人懷疑廠商係咪故意俾舊手機變慢，好讓我哋去買新機？其實從專業角度嚟睇，廠商推更新主要有3個目的，而且大多數時候確實係為咗用戶好。第一個目的係修補資安漏洞。而家網絡詐騙太多啦，駭客會利用手機系統嘅漏洞，竊取個人資料，比如銀行卡資訊、網銀密碼，甚至簡訊驗證碼。廠商會透過系統更新嚟修補呢啲漏洞。比方話 ，iPhone 曾經出現過免密碼嘅漏洞 ，Android 都曾經出現惡意軟體偽裝成正常 App 嘅漏洞，最後都靠緊急更新解決。呢個就好似窗戶出現咗裂縫，小偷可能會從嗰度鑽進嚟，廠商就係趕緊幫你把縫補起嚟，確保居家安全。第二個目的係修正已知錯誤，呢啲係使用過程中會遇到嘅小問題，比如打開某個 App 就自己關閉，當機連特定 WiFi 路係斷線，或係影相顏色怪怪嘅。呢啲問題喺新機發售嘅時候唔一定會被發現，往往要等到大量使用者回饋後，廠商先至針對性修正，並透過更新發布。我曾經遇到一位住喺高雄嘅先生，佢嘅手機只要開相機拍夜景就會卡住，後來用一次小更新就修好咗。呢類小修小補對提升使用體驗好有幫助。第3個目的係新增功能或最佳化硬體效能，例如 Android 從15升到16，可能新增長者模式語音助理。iPhone 更新後，亦都可能多出好方便嘅相片自動分類。呢啲新功能讓手機更好用。另外，部分更新會做硬體最佳化，讓處理器運作更順，電池更省電，就好似替手機做保養，讓表現更好。不過要注意，系統更新唔只有好處，亦都有微角。關鍵在於分辨更新嘅種類。大致分2種，一種係小版本升級，例如從 Android 15.0.1
到 15.0.2 或 iOS 17.2到 17.3，你會睇到最後一位數在變。呢類更新檔通常只有幾百 MB， 主要係修補資安同埋小錯誤，對硬體需求唔高，不論新機或使用未滿1年嘅舊機都可以放心更新。通常更新後唔會變慢，仲會更安全、更順。另一種係大版本升級，例如從 Android 15升到16，或者 iOS 16升到17隻，要前面嘅大數字改變就係大版本。呢類更新檔好大，動輒好幾 GB， 就好似將手機嘅作業系統大翻修，新增好多功能，但同時對硬體嘅要求亦大幅提高。好比原本為100千米每小時設計嘅老車，裝上一粒能跑200千米每小時嘅新引擎。雖然性能提升咗，但係老底盤、剎車、輪胎唔一定跟得上，反而更危險。對於用超過2年嘅手機，硬體規格多半已過時。喺最新系統嘅要求下，若果硬要升級大版本，好容易出狀況。例如新系統會佔用好多儲存空間，導致變慢，新功能亦都更耗電，你會覺得特別吃電，甚至同常用 App 唔相容，頻繁當機，無法使用。我仲遇到住喺台中嘅林先生，佢嘅手機用咗3年，舊年升咗大版本，結果打開 WeChat 變得好慢，接電話時亦都常常聽唔到對方聲音。最後只好使錢請我哋把系統降返舊版，手機先至恢復正常。所以未來只要跳出系統更新提示，唔好急住按，先確認係小版本定係大版本。判斷方法好簡單，進入手機設定，揾到關於手機或關於本機，查看軟體版本或版本號。如果最後一位數改變係小版本，放心更新。若果第一位數改變，例如從15到16就係大版本。此時諗下你嘅手機用咗幾耐，若果超過2年，我建議先別升，以免惹麻煩。咁如果我就係唔想手機亂更新，點設定？好多人抱怨明明按咗，稍後再講，定係一直更新。其實手機出廠時有幾個自動更新嘅開關預設打開，另外仲藏住一個開關。今日手把手教你把佢哋徹底關掉。呢套做法同樣適用於 Android 同埋 iPhone， 你可以照住做，擔心記唔住嘅就把影片收藏起嚟。先從 Android 講起，好似三星、OPPO 喺兩岸三地都好多人用，小米等品牌設定亦都差唔多。第一步，打開設定，喺設定裏揾關於手機或軟體資訊，點入去揾到版本號，請用手指連續點選版本號7次，螢幕底部會跳出你已成為開發人員嘅提示。所謂開發者模式係提供工程師測試用嘅，裏邊有好多進階嘅隱藏設定，我哋需要用佢嚟關閉自動更新。第二步，返到設定，主畫面，揾系統與更新。有啲手機可能喺其他設定，或進去後最下面有軟體更新。右上角通常有齒輪圖示或者3個點嘅選單，點入去揾在地設定，會睇到2個開關 ：WiFi 環境自動下載同夜間自動安裝。請把2個都關閉，咁樣手機唔會喺連上 WiFi 嘅時候偷偷下載更新檔，亦都唔會喺你瞓覺嘅時候自己安裝。第3步最關鍵，好多人只做前2步，結果手機重開後，嗰2個開關又自己打開咗，所以仲要進開發者選項，把總開關關掉。潘咗設定主畫面往下滑，你會睇到新增嘅開發者選項。揾唔到嘅話，先把設定整個關掉再入嚟，或喺上方搜尋列直接搜尋開發者選項，入去後慢慢往下揾系統自動更新呢個項目，將佢嘅開關亦關掉。完成
即使手機重開，前面嗰兩個開關亦都唔會再自動打開，系統唔會再偷偷更新。跟住落嚟睇 iPhone， 蘋果手機嘅設定相對簡單。第一步，打開設定一般，然後進入軟體更新，點自動更新，把下載 iOS 更新同安裝 iOS 更新都關閉，咁樣 iPhone 就唔會自行下載或安裝任何系統更新。設定完成就係咁簡單。但陳先生要提醒大家，不論 Android 或者 iPhone， 關掉自動更新唔代表系統會自動保持最新。我建議每個月打開一次軟體更新頁面睇下，若果有同安全相關嘅小更新，建議揾時間安裝。畢竟手機嘅資訊安全最重要，但若係大更新，尤其你嘅手機已用超過2年，盡量別碰，以免影響使用流暢度。除咗系統更新，最近亦都常有長輩問我，通話音量好細，音量鍵明明已經調到最大，仲係聽唔清楚，以為聽筒壞咗，攞到維修店檢查，結果根本冇壞。其實係手機裏邊一啲重要嘅音量相關開關冇打開，好多人唔知道。今日亦都一併教你點樣設定 ，Android、iPhone 都適用。設定好之後，保證通話更大聲、更清晰。先從 Android 開始打開設定，往下揾協助工具或無障礙設定，點入去。裏邊好多針對特殊需求嘅設定，我哋要揾同聲音相關嘅。點入去後，揾助聽器或聽力增強之類嘅選項。打開助聽器相容性，可以增強音訊信號，讓聽筒聲音更集中、更清楚，喺嘈雜環境特別有感。另外喺協助工具頁面揾音訊、聽力相關選項，你會睇到單聲道音訊嘅開關，將佢打開。一般手機音訊有左右2個聲道，開啟單聲道音訊會將左右聲道合併，從同一個聽筒輸出，聲音更集中，音量亦都更足。好多人覺得聲音少，就係因為冇開呢一個，聽起嚟好似只有一邊喺度出聲。第3步亦都係最常被忽略嘅，檢查聽筒係咪被灰塵、棉絮堵住。可以用手電筒照一下聽筒細縫，睇有冇污糟污卡住。如果有，使用乾淨柔軟嘅小刷子，例如全新嘅軟毛牙刷，輕輕刷除，切勿用牙籤或針去戳，容易損傷聽筒。清完再試打電話，睇下音量係咪改善。若果以上3步都做咗仍然好笑聲，先至可能係聽筒老化或故障。呢個時候再送到好似我哋咁樣嘅專業維修店檢查。iPhone 嘅設定亦都好相似。第一步，開設定輔助使用，往下揾到音訊視覺，入去把單聲道音訊打開。下面仲有電話雜訊消除，建議一併開啟，能夠過濾環境噪音，俾你聽得更清楚。第2步，喺輔助使用頁面揾到助聽器，打開助聽器相容性。原理同 Android 一樣，係為咗提升通話音訊品質。第3步當然係檢查聽筒嘅清潔。iPhone 嘅聽筒孔亦都好細，容易積灰，用軟刷輕輕清理即可。通常完成呢啲設定同清潔之後， iPhone 嘅通話音量會明顯提升。講完系統更新同通話音量，最後傾一個最重要嘅主題：行動支付安全。而家好多長輩學會將手機綁定銀行卡或者賬戶，不論買菜、俾孫子女發紅包，用手機付款確實方便，但方便唔等於安全。我曾遇到住喺新北嘅黃阿姨，佢將銀行卡綁喺手機上，因為冇把安全功能設好，手機遭到惡意軟體感染，簡訊裡面嘅驗證碼被偷盜，賬戶裏邊嘅錢被轉走。雖然後來報警並同銀行協調把錢追返，但亦都嚇出一身冷汗。所以今日一定要教大家綁定金融服務之後必須檢查嘅安全開關。
確認都已打開，呢個能夠有效防止驗證碼被竊取，避免被釣魚網站詐騙。首先，不論係 Android 或 iPhone，都要設定好簡訊嘅過濾功能。先睇 Android。第一步，打開你平常收簡訊嘅 App， 點右上角或右下角嘅選單3個點，揾到設定，再揾防詐騙或垃圾簡訊封鎖並開啟。呢個功能會自動辨識簡訊中嘅惡意連結，例如假冒銀行、政府機關嘅網址，一經辨識就會跳出警告提醒，呢個連結具風險，避免你唔捉，導致個資或金錢外流。第二步，同樣喺簡訊設定裏，好多 Android 已經提供驗證碼、智慧保護等功能，睇到務必開啟。呢個會限制其他 App 讀取你簡訊中嘅驗證碼。好多詐騙會先俾你安裝有問題嘅 App， 再由佢喺背景偷睇銀行驗證碼並轉走款項。把呢個保護開關打開，可以大幅降低風險。iPhone 嘅做法亦都差唔多。第一步，任設定信息，往下喺未知與垃圾信息裏邊開啟過濾未知寄件者。呢個會把不在通訊錄嘅簡訊自動分門別類，能夠有效攔下大多數詐騙信息。第二步非常重要，固定檢查 App 嘅權限。喺設定隱私權與安全性裏，一個個查看似聯絡人、麥克風、相機等敏感權限係授予邊啲 App。若睇到手電筒呢一類 App 竟要求存取聯絡人，咁就好可疑，應立即關閉其權限。養成定期檢查嘅習慣，確保冇可疑 App 喺背後搜集你嘅個資。最後，陳先生再補充幾個行動支付安全嘅小撇步，請一定要記住。第一，唔好安裝來路不明嘅 App， 特別係宣稱安裝就送紅包、掛住就能賺錢呢類，多半係詐騙。第二，一定要設定螢幕鎖密碼，最好複雜一啲，唔好用生日或手機號，並開啟指紋或臉部辨識，就算手機不慎遺失，人哋都打唔開。第三，定期檢查信用卡帳單同銀行對帳明細，若果發現非本人消費，即刻聯絡銀行。第四，亦都係最重要嘅，絕對唔好將你嘅銀行卡號、密碼、簡訊驗證碼話俾任何人，就算對方自稱警察或銀行客服，亦都唔好相信。記住，正規單位唔會用電話或者簡訊向你索取呢啲資料。今日我分享咗點樣判斷是否需要更新系統，點樣關閉自動更新，點樣改善通話音量，以及行動支付嘅安全設定。呢啲都係陳先生憑15年維修經驗整理出嘅實用技巧。如果你覺得呢支影片有幫助，請按讚並分享俾親友，俾更多人學會實用嘅手機技巧，避免因為不熟設定而遇到故障或者財務損失。最後，亦都非常感謝老友話邀請我同大家分享呢啲手機知識。感謝收睇，今日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次見。